一提起西藏，大家腦海入面浮現嘅係咪藍天白雲、雄偉嘅布達拉宮，仲有極度純正嘅雪山同埋聖湖？但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開西藏最恐怖嘅10大發現。呢啲發現隨便拎一個出嚟，都足以打破你對呢片土地嘅所有美好幻想。先睇第10名，懸崖上嘅天葬台與鷹鷲割肉。好多人去西藏旅行或者睇紀錄片都聽過天葬呢個名，但真正了解天葬全過程嘅人，往往都會心驚膽戰，甚至連睇一眼都需要極大嘅勇氣。喺西藏高海拔嘅荒涼崖壁之上，設有專門嘅天葬台。當有人離世之後，家屬會將遺體送去天葬台。喺嗰度，天葬師會穿上特定嘅服飾，手持極度鋒利嘅利刀，喺神聖又肅穆嘅氣氛下，將死者嘅遺體進行解剖。天葬師嘅手法極度熟練，佢哋會將遺體嘅肌肉切割開，甚至用重錘將骨頭敲碎，再混合青稞粉。隨住天葬師吹響骨笛，或者發出特定嘅呼喚聲，成百上千隻喺高空盤旋嘅巨大鷹鷲就會鋪天蓋地咁降落嚟，喺短短幾十分鐘之內，將遺體嘅肉身同骨髓撕咬，吞食得乾乾淨淨。喺現代人或者外來遊客嘅眼中，呢個畫面可能極度血腥、殘忍，甚至令人產生強烈嘅生理嘔心感。但喺藏傳佛教嘅觀念入面，人死之後，遺體只係一個用完嘅皮囊，完全冇留戀嘅價值。將肉身餵食俾鷹鷲，被視為人生最後一次，亦係最徹底嘅布施。呢種將死亡徹底暴露喺大自然面前，完全不留痕跡嘅儀式，第一次親眼見到或者深入了解嘅人，冇一個唔被嗰種原始而殘酷嘅生命震撼感衝擊到心膽俱裂。第9名，雪山深處嘅康斯洞。喺西藏阿里地區嘅荒涼山谷同埋懸崖峭壁裏面，考古人員同埋探險隊曾經發現過一啲極度隱秘嘅天然洞穴。當佢哋用手電筒照亮漆黑嘅洞穴深處嗰陣，驚人嘅一幕出現咗，裏面整整齊齊咁堆放住幾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嘅乾屍。呢啲乾屍同埃及嘅木乃伊唔同，佢哋並非經過繁複嘅人工防腐處理或者藥物浸泡，而係因為高原地區高寒、缺氧、極度乾燥嘅自然環境，將佢哋嘅肉身完美咁保存咗落嚟。最令人不安嘅係，呢啲乾屍好多都冇躺平，而係維持住生前痛苦屈曲、抱頭蜷縮嘅姿勢。有啲乾屍嘅面部表情，甚至仲保留住臨死前嘅恐懼同掙扎。對雙眼仿佛穿透咗數百年嘅歲月，喺漆黑之中凝視住每一個闖入者。考古學家推測，呢啲乾屍有啲係古代避難者喺洞穴入面被活活餓死、凍死，有啲則係特定歷史時期嘅特殊墓葬形式。喺夜深人靜、寒風呼嘯嘅高原上，面對呢啲保存完好、仿佛隨時會睜開眼嘅古人軀殼，嗰種來自靈魂深處嘅寒意，真係揮之不去，令人脊骨發麻。第8名，消失嘅古格王朝，一夜滅絕之謎。喺公元10世紀左右建立嘅古格王朝，曾經係西藏西部極度輝煌嘅文明中心。佢哋擁有龐大嘅軍隊、發達嘅農業同貿易，仲有精美絕倫嘅壁畫，同埋聳立喺土山之上、高聳入雲嘅龐大城堡宮殿。古格王朝喺雪域高原上雄霸咗幾百年，盛極一時。但係喺17世紀嘅某一個夜晚，呢個擁有幾萬人口、防禦堅固嘅龐大帝國，居然好似蒸發咗一樣，突然喺歷史長河入面徹底消失，只留下一座空蕩蕩嘅土城廢墟。後嚟嘅考古隊喺古格遺址附近嘅山洞同埋地下室入面，發現咗驚人嘅真相，裏面堆滿咗無數冇頭嘅骷髏同埋殘破嘅兵器。呢啲骸骨數量龐大，死狀極其慘烈。究竟喺嗰個神秘嘅夜晚發生咗咩事？係外族入侵帶來嘅毀滅性屠殺，係突如其來嘅可怕瘟疫，定係某種不可告人嘅神秘力量？直到今日，呢座殘破嘅土城依然孤零零咁聳立喺荒涼嘅荒漠之中，任由風沙吹拂，成為西藏歷史上最解不開，亦係最令人毛骨悚然嘅恐怖謎團之一。第7名，恐怖嘅割舌與摸頂刑罰工具。喺舊西藏嘅法律文件，例如13法典同16法典入面，清清楚楚咁記錄住一套極度嚴酷、近乎殘忍嘅刑罰體系。今日如果大家去到某些歷史博物館，睇到陳列喺玻璃櫃入面嘅舊時代刑具，依然會嚇到心跳加速。呢啲刑具包括專門用嚟割斷人舌頭嘅特製彎刀，專門用嚟挖出眼珠嘅木勺同金屬鉗，切斷手腳關節嘅利斧，仲有專門用嚟抽筋同剝皮嘅鐵鈎與鋼針。呢啲工具絕對唔係虛構嘅傳說或者小說描寫，而係喺舊西藏真實使用咗幾百年嘅法具。喺當時嘅社會結構下，低層民眾只要觸犯咗貴族或者領主嘅權威，哪怕只係講錯一句話、偷咗少少食物或者無法按時交稅，
呢啲殘忍到極致嘅刑罰就會實施喺佢哋身上，例如割舌，就係專門用嚟懲罰嗰啲敢於反抗或者口出狂言嘅農奴。光係睇到呢啲鏽跡斑斑、沾滿咗歷史血光嘅刑具，就足以令人手心冒汗，深刻感受到嗰個時代嘅冰冷同殘酷。第六名，超乎倫理嘅一妻多夫制。呢個婚姻制度，相信好多關心西藏文化嘅人都有所耳聞。喺舊西藏嘅農區同埋部分牧區，一種喺現代文明睇嚟極度不可思議嘅婚姻形態，普遍存在。一個女人會同時嫁俾一戶人家嘅幾兄弟，建立起一個一妻多夫嘅家庭。表面上，好多外來者可能會覺得呢種婚姻關係好奇特、好神秘，甚至帶有某種原始嘅浪漫色彩。但如果我哋追溯呢個制度背後嘅形成原因，你就會發現佢根本唔係什麼浪漫，而係極度殘酷同無奈嘅生存寫照。喺海拔幾千米、極度貧瘠、資源極度匱乏嘅高原環境下，耕地同埋牧場嘅數量少得可憐。如果一戶人家嘅幾兄弟喺成年之後分家，原本就少得可憐嘅土地同房產就會被瓜分得支離破碎。單靠一小塊土地，任何一個小家庭都無法喺惡劣嘅自然環境下生存落嚟，好快就會全家淪為乞丐或者餓死。為了保護家族嘅財產唔會被分散，幾兄弟只能合娶一個妻子，共同維持一個家庭嘅完整。喺呢種家庭入面，妻子要喺幾兄弟之間小心翼翼咁平衡關係，承擔極度沉重嘅家務同生育壓力。生出嚟嘅小朋友只知其母，不知其確切嘅親生父親係邊個，只能統一叫大伯做大爸爸，其他兄弟做小爸爸。呢種完全打破常規、倫理道德嘅制度，背後完全係被殘酷嘅生存環境同貧困逼出嚟嘅悲劇。第五名，用人類骨頭製作嘅法器。如果喺世界上面其他大部分地方用人類嘅骨頭嚟製作工具或者日常用品，肯定會被視為極度喪心病狂嘅犯罪同禁忌。但係喺舊西藏嘅某些宗教儀式同埋密宗修辭入面，人骨法器曾經真實存在，甚至被賦予咗極高嘅神聖地位。例如，專門用未婚少女嘅腿骨做成嘅吹奏樂器降臨骨笛，喺宗教祭祀入面吹響，發出刺耳而悲涼嘅聲音；用人類頭蓋骨切割、雕刻、鑲嵌金銀寶石做成嘅碗加巴拉，被用嚟盛載祭品或者甘露，甚至仲有用幾十個不同人類嘅脊椎骨、手指骨串連做成嘅念珠。雖然喺宗教理論嘅解釋入面，呢啲人骨據講係來自高僧大德或者自然死亡者，代表住對生死嘅超越、對肉身幻滅嘅深刻理解，以及對無常嘅體悟。但係對於任何一個受過現代文明教育嘅普通人嚟講，當你親眼見到一個真實嘅人類頭骨被捧喺手心做成水碗，或者見到人用人類嘅腿骨喺深夜吹奏，嗰種視覺同心理上帶來嘅強烈衝擊力，依然會令人脊梁發冷、毛骨悚然。第四名，活人皮做成嘅人皮鼓。如果話人骨法器已經夠嚇人，咁比人骨法器更加令人心驚肉跳，甚至感到發指嘅，就係傳說同歷史記載入面嘅阿姐鼓以及人皮唐卡。喺舊西藏嘅某些極端歲月同埋特殊密宗儀式入面，據傳需要用到純潔少女或者特定條件者嘅皮膚嚟製作祭祀用嘅鼓面，或者繪製神聖嘅唐卡畫卷。更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喺某些殘酷嘅傳說同記錄入面，為了保證皮膚嘅彈性、光滑度以及所謂嘅靈性，喺剝皮嘅過程中，甚至要求被剝者喺極度痛苦中保持氣息，不能過早死亡。當鮮血淋漓嘅皮膚被將拉喺木框上做成鼓面，敲擊出咚咚嘅鼓聲嗰陣，嗰種聲音喺知情者聽嚟，簡直就係受害者冤魂嘅哭泣。呢種將活生生嘅人類皮膚剝落嚟做成宗教器具嘅行為，無論用任何宗教名義嚟包裝，都已經完全超出咗人類文明與道德嘅底線，係歷史上最黑暗、最令人不寒而慄嘅一頁。第三名，恐怖嘅水葬與水怪傳說。喺西藏，除了大家熟知嘅天葬同土葬之外，仲有一種極為普遍但鮮為人知嘅喪葬方式——水葬。水葬通常係針對社會底層嘅貧困戶、乞丐或者患有嚴重傳染病，例如天花、麻風嘅死者。喺水葬儀式入面，死者嘅遺體會被帶到湍急嘅江河邊，由專人用利刃將遺體砍成碎片，然後直接拋入江河入面餵魚，或者將整具遺體綁上松石沉入水底。因此喺傳統嘅藏族文化同生活習慣入面，本地人係絕對唔會食河入面嘅魚嘅，因為喺佢哋嘅認知入面，江河入面嘅魚係吃住人類嘅遺體同肉身長大嘅，食魚就等於變相食人。如果你喺西藏嘅某些江河邊清澈嘅水底，突
突然隱隱約約浮現出被魚群撕咬得殘缺不全嘅遺體殘骸，或者喺岸邊撿到被沖上岸嘅人骨，嗰種心理陰影同恐怖感，恐怕一輩子都揮之不去。第二名，沼澤深處嘅活人祭祀遺址。喺西藏某些偏遠山區、雪山腳下嘅沼澤地帶以及古老建築嘅地基下面，考古學家喺進行挖掘工作嗰陣，曾經驚人地挖掘出一些被鐵鏈或者繩索緊緊綁駁住，埋喺泥潭深處或者牆壁內部嘅古代骨骸。經專業嘅法醫同考古學家研究發現，呢啲骨骸並非正常死亡後埋葬，而係幾百年前用於祭祀山神、地神或者建造重大建築時嘅活人祭品。喺嗰個科學未昌明、自然災害頻繁嘅古老年代，每逢大旱、暴雪、雪崩或者可怕嘅瘟疫流行嗰陣，統治者同巫師就會認為係神靈發怒。為了平息所謂神靈嘅怒火，佢哋會揀選年輕嘅男女，甚至係天真無邪嘅兒童，喺佢哋活着嘅時候，將佢哋活生生埋入沼澤泥潭，或者作為鎮物捉入建築物嘅地基內部。呢啲喺極度恐懼同窒息中死去嘅靈魂，被永恆咁封印喺漆黑嘅泥土同石頭入面，成為咗雪域高原歷史上最沉重、最令人心碎嘅悲歌。最後，終於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一名，全人類嘅噩夢——舊西藏嘅封建農奴制度。如果話前面嗰9個發現係屬於自然環境嘅嚴酷、古老宗教嘅神秘，或者係歷史遺跡入面嘅恐怖，咁第一名嘅農奴制度就係純粹由人類自己製造，系統性咁作用喺同類身上嘅終極地獄。點解我喺開頭會話佢比大家喺教科書上面學到嘅美國黑奴制度仲要悲慘100倍？因為喺19世紀嘅美國黑奴制度入面，黑奴雖然喺法律上被視為主人嘅私有財產，但主人考慮到黑奴係昂貴嘅勞動力同生產工具，最少仲會提供 basic 嘅食物、衣物同住所，甚至黑奴仲有極少數嘅機會通過逃跑、自由州嘅法律或者贖身嚟獲得自由。但係喺1959年之前的舊西藏，佔總人口95%以上嘅普通農奴同奴隸，佢哋嘅處境簡直連主人家入面嘅牲畜都不如。喺嗰個政教合一嘅封建農奴制社會入面，社會階級被法律嚴格分為3等9級，最頂層嘅5%人口，包括大貴族、高級僧侶同官員，統稱為3大領主。佢哋掌握咗全西藏8%嘅土地、山林、河流同絕大多數嘅牲畜。而剩低95%嘅廣大農奴同奴隸，從佢哋出世嗰一刻開始，就注定冇任何人身自由，完全係領主嘅私人財產，可以被隨意處置。農奴嘅性命喺當時值幾多錢？喺當時嘅官方法律條文13法典入面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上等上級嘅人，例如大貴族或者活佛，佢哋嘅命價係按身體重量賠償黃金。而下等下級嘅人，即係流浪漢、鐵匠、屠夫、婦女同廣大嘅農奴，佢哋嘅命價居然只係1條草繩。意思即係話，如果一個貴族或者領主喺街上無故打死咗一個下等農奴，喺法律上佢只需要賠償農奴家屬1條草繩咁多嘅代價，就可以完全免除任何刑事責任。呢種對人類人格同生命權利嘅公然踐踏，喺整部世界人類文明史入面都係極度罕見同令人髮指嘅。農奴從出生到死亡，一生都陷入咗無法逃脫嘅枷鎖入面。佢哋唔可以自由離開領主嘅土地，唔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甚至連結婚生仔呢種人生大事都必須經過領主嘅親自批准。如果兩個屬於唔同領主嘅農奴想要結婚，佢哋必須向各自嘅領主繳納昂貴嘅婚姻稅或者贖身費，而佢哋生出嚟嘅下一代一落成名，就自動成為領主嘅新財產，繼承父母嘅農奴身份，代代相傳，永無翻身之日。最令人髮指同心驚肉跳嘅係領主對農奴所擁有嘅絕對懲罰權。喺舊西藏，各大領主同寺廟都可以私設公堂同私設監獄，擁有對農奴嘅生殺大權。只要農奴交唔足沉重嘅高利貸同租稅，或者稍微表達出少少對領主嘅不滿，等待佢哋嘅就係各種非人嘅酷刑，挖眼、割耳、砍手、剁腳、抽筋，甚至係活生生剝皮。喺歷史博物館同檔案館入面，留下了無數真實嘅歷史照片。照片入面係失去雙眼、眼眶凹陷、依靠木棍喺街頭乞討嘅殘疾農奴，嗰啲麻木、絕望而又充滿恐懼嘅眼神，就係那個時代最真實、最殘酷嘅寫照。
農奴一年到晚喺寒冷嘅農田入面辛勤勞作，但超過70%甚至80%嘅收成都要作為地租同稅款上繳俾領主，自己只能食骨頭湯或者青稞渣度日，住喺同牲畜混住、破爛不堪嘅棚屋入面。黑奴制度喺某種程度上，主人仲會將黑奴視為有價值的資產，但喺舊西藏嘅封建農奴制下，農奴喺領主眼中只係會說話嘅工具同會走路嘅財產。領主可以隨意將農奴拿去買賣、轉讓、抵押，甚至喺賭博嗰陣作為籌碼押注。呢種將自己嘅人類同類徹底去人性化、系統性咁壓迫同奴役咗整整幾百年嘅制度，先係雪域高原上真正最恐怖、最深沉、最令人絕望嘅終極噩夢。回看呢10大發現，從神秘而令人心驚嘅天葬、人骨法器，到殘酷嘅一妻多夫，再到最黑暗、最非人道嘅封建農奴制度，西藏嘅歷史遠比我哋喺旅遊海報或者文青文章入面睇到嘅更加複雜、更加沉重。當我哋今日踏上那片雪域高原，呼吸住稀薄而純淨嘅空氣，讚嘆住宏偉壯麗嘅布達拉宮同聖湖嗰陣，千祈唔好忘記喺呢片美麗嘅土地下面，曾經沉澱過幾多世代普通人最黑暗、最沉重嘅淚水同血汗。